分享上帝的信息，完全的听。杨新照传道，大家可能甲伊较无遐熟吼。伊是咱即摆新来的传道，伊是台南人。伊即摆咧负担咱教会教育甲专备的工作。即时咱请杨新照传道师带咱来分享，完全的听，请咱恭敬来听。为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保守咱，更平安经过一礼拜。也感谢上帝，搁一摆引带咱参加组织来敬拜伊。特别感谢上帝，互我第一摆有机会伫即场的礼拜，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咱做伙分享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听我的上帝。阮感谢你，总是互阮一摆搁一摆的机会，通来到你的面前，互阮通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息。而且，阮也对你的话来定心，得到气力。阮要恳求你的圣神，即时甲阮三个基地运行伫阮中间，想使阮逐人有安静的心，也会通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话，互阮的话，互阮的生命因为你的话来得到改变。通成做你所欢喜的，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因为我负责的是即个装备教育的即个部分，所以我有几摆有机会，兄弟姊妹通来分享人物福音书即个主题。当我咧分享的过程，常在拄着兄弟姊妹提出一个问题，因会问讲。既然福音书拢是咧记载主耶稣伊所讲、伊所行的代志，福音书也拢咧伊的读者、伊读的人来表明主耶稣真正的身份。那安尼为什么咱的圣经内底需要有4本的福音书？为什么毋是有需要1本就好？为什么需要4本的福音书伫咱的圣经内底？特别咱若是注意来看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的福音书。伊有真侪小项，也是讲真类似的所在，所以咱若是提出这个问题来问，其实是袂当讲毋对，因为头前这3本真正是有真侪共款，甚至咱看话经文，毋若是小项尔，每一字会当讲是完全拢共款。毋过我相信，咱若是搁进一步来研究这3本福音书内底经文的记载，咱会发现。虽然有一部分是真小项、真共款，总是也有其他无共款的所在。我想这个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为什么咱需要有这么侪本4本的福音书伫咱的圣经内底，毋是简单有1本尔定。通过无共款的作者，因对主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的这个记录，通帮助咱。对主耶稣有更较完全、更较清楚的认捌，咱也因为安尼，通对伊的教导、对伊所讲的，会当更较清楚来了解。因为无共的作者对同一件代志的记载、的记录，也拢会无共款；对同一件代志的理解也无共款。所以通过无共款的人，因所写这福音书，我想会当帮助咱更较完整。来了解主耶稣所要对咱讲的，伊互咱的教导是甚物？咱通举一个例来讲，假使咱内底若有5个人做伙去听一场的演讲，当听煞了后，咱来请这5个人，甲因所听到的，因感觉啥物是即个演讲的重点，甲写落来。咱想看卖这5个人所写的，敢会完全共款？我想一般来讲，应该是袂共款啦吼。5个人若拢写出来拢共款，表示因有。偷看看别人的，5个人对同一场的演讲，听到这个重点会无共款。我想这是真正常，因为咱拢会将咱的需要当作是这场演讲的重点。你需要啥，你听到就是这款的重点。我想福音书嘛共款，类似这个情形。主要说，伊这学生跟对伊的人，听耶稣所讲的话，看伊所做的代志。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将这
背写落来，因所注重的、因所看到、听到的，也会无共款。所以四本福音书拢有因家己的特色，家己和别人无共款的所在。那安尼，咱要做伙来想马太福音，咱今日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伊的特色是啥物所在？伊和其他福音书有啥物无共的所在？现今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拢同意，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叫做马太。这个马太是耶稣的12个学生内底其中的一个。咱若看另外的马可福音，也是路加福音内底，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利未。伫个军队耶稣进前，这个马太伊的工作，伊的职业是一个抽象的，咱国语讲税吏。咱知抽象的人伫当时做抽象，敢是一个好的工作？咱认为敢是？会当讲是，嘛会当讲毋是啦吼。安怎讲是？因为抽象的人伫当时拢是好业人，通过这个抽象的工作，会当成做一个真好业的人。总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抽象的人无互当时的人来尊重，当时的人拢真看轻这抽象的人，因为因的好业是用无正当的方式。这个咱看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伊军队耶稣进前，伊就是真做一个抽象的人。根据圣经学者因的研究，马太福音书当时写落来了后，伊主要的对象，主要要互人看的这个对象，就是犹太人。所以伫马太福音内底有一个真明显的特色，和其他福音书真无共的所在。就是马太福音，伊特别引用真侪旧约内底的经文，来要向这犹太人证明，伊所跟随这个耶稣，就是旧约的圣经内底所预言，特别来这个弥赛亚，也就是犹太人已经等真久，一直咧等，要来拯救因的这个弥赛亚。这是马太福音第一个真重要的特色，也是真明显的特色。另外，马太福音伊还佫有一个特色。就是马太福音，伊记载真侪耶稣的讲道，就是讲耶稣伊的教示，拢总伫马太福音内底有记载5段耶稣真长的讲道。这和马可福音也是路加福音就真无共款。咱若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因较侪是记载耶稣所行的代志、所做的代志，较少记载即个真长的讲道。咱今日所看的这段经文。伫马太福音的第5章，这就是第5段真长的讲道内底的第1段，也就是第5章一直到第7章的这个所在。第5章的上尾这个所在，是耶稣所讲第1段真长的这个讲道。我想这段第5章一直到第7章，咱犹原是真熟，咱常常甲伊称呼做是山顶的宝训，讲登山宝训吼。耶稣伫山顶对学生的教示。咱若注意看，这个登山宝训、山顶的宝训的一开始，就是咱真熟第5章的一开始8福你讲到8福的这段经文是咱真熟的。咱今日要看的第5章马太福音的第5章的后半段，咱若对第21节一直来看到48节。咱若有圣经，咱检菜通掀开，咱做伙来看。对第21节开始，一直到48节，拢总分做6个段落，6个段吼。耶稣伊伫这6个段落内底来讨论关系伫受气、行奸淫、离婚、咒抓、报复、甲听对敌，这真重要的主题。这6个段落拢有伊家己真重要的主题，而且这6个段落伊也有相像的一个结构结构拢真共款，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这6个段落一开始拢有一句话，因讲恁捌听见有对古早人讲，拢有这句话，也是另外一句讲，恁捌听见有话讲，拢有这2句话。这6个段落的一开始开头的所在，拢有这句话。这句话了后，耶稣就提出一个旧约圣经内底的律法。比如讲，咱读的这段就是讲，要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
一开始的话了后，耶稣提出一段律法，佮接续耶稣会讲一句话，若是我甲恁讲，接续律法了后，耶稣会接续讲，若是我甲恁讲。这表明主耶稣伊是要针对犹太人久长以来这律法的传统所留落来这律法，也是当时这文书、这经学士以及法利赛人因对律法这解说，通来提出家己新的看法。耶稣对这律法，对这当时一般犹太人遵守的律法有一个新的解说、新的看法。也一般来讲，主耶稣伊毋是真认同。当时这经学士也是法利赛人，因对律法的解说，耶稣伊常常要互这律法有更较深的一个意义显示出来。伊要将这律法的背后，上帝的心意，上帝为虾米会设立这款的律法，伊的心意是虾米，来甲显明出来。咱知，当耶稣安尼做的时，当然会得罪这原来。这文书、这经学士，也是解说圣经、解说律法这人。那么在主耶稣最后嘛，因为安尼，因为得失着因，互因来出卖，钉死伫十字架顶。咱伫头前一开始有讲到，马太福音书一开始主要是写互犹太人的，所以马太当伊咧写这个福音书的时，伊有注意到一点。伊特别咧写这6段，主要所对这律法、旧约的律法提出新的看法，这经文的时，又想到一个问题。当犹太人看到这的记载的时，检采有产生一个误会，因会认为耶稣是来破坏律法的，也是讲耶稣是一个反对律法的人。那安尼，就颠倒互这犹太人无愿意接受耶稣，就是因的弥赛亚。马太有安尼顾虑，所以咱通注意看，伫即段进前，伫21节开始进前，伫17节一直到20节，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伫遮先来说明耶稣伊对整个旧约的律法的看法是怎样。伫第17节到18节经文甲咱讲，无你拍算是我来是要废无律法，是先知，这是主要所家己讲的话。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因为我实在甲恁讲，就到天地废无，律法的一点一画也决断袂废无，到拢总成。对耶稣伊所讲的话，咱也真清楚知，耶稣伊来的目的，毋是要废除这律法，毋是讲遮旧的律法已经拢无作用。耶稣伊来是要将这律法背后这真重要的精神显示出来。上帝的心意是啥物？甲显明出来，互当时的犹太人咧遵守这律法的时，会通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物，无搁互这律法通白条的，只是照这律法的表面的意思去行，互这律法成做颠倒是人的捆绑。耶稣所要做的是安尼，互律法会当哪完全，哪有帮助。伫咱今日所读的第5章的43节一直到48节内底，是主要所咧讨论关系着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这条律法。耶稣要对这条律法提出伊新的看法，伊无共款的解说。咱若是去查这旧约的圣经内底，找看这条律法是对对出来，咱会当发现头前半段，也就是讲着听你的厝边。是对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19章的18节以及34节伫遮出来，着听你的厝边，也是对利未记出来的。但是咱详细找，咱会发现，咱找无后半段，就是讲着怨恨你的对敌，这并无写伫旧约的圣经内底。那安尼这两句有啥物会斗做伙？这就是当时咧解说有关于通解说的律法。解说圣经，这经学士也是法利赛人，因用家己的想法、用家己的推论来加去的。伊想讲，既然头前是听你的厝边，安尼倒边来讲，对待咱的对敌的是，当然就是怨恨。因用安尼的想法，用安尼的推测，将后壁这句加起来，也成做当时的人在遵守的律法。总是咱通看，伫这段经文内底，耶稣会真清楚来表明。伊反对因，
就是当时的经学师、当时的法利赛人，因即款的主张，耶稣毋是安尼来看即条律法。伫这经文内底有讲到厝边，也有讲到对顶。安尼咱要来问讲，伫遮所讲的厝边以及对顶，因所讲的是甚物款的人？我想咱来将即个问题，像是厝边，像是对顶，即个问题来问当时的犹太人，因会真直接，互咱一个答案。厝边当然就是对阿毗拉罕传落来有犹太人的血统，即个民族，犹太人即个民族就是因的厝边。安尼相对来讲，即个无犹太人的血统，毋是犹太人的人，因所看做是外邦人的人，就是因所认为的对顶。这是当时犹太人因的想法。犹太人因对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有一款的想法。因认为讲，只有犹太人这个血统的人，这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这个外邦人因毋是属于犹太人，所以因是互上帝所弃杀的，是袂通得到救恩的。所以犹太人伫因的生活内底，因的传统内底，因一直看袂起外邦人，甚至将这外邦人当作是对顶。因的生活内底，伊嘛尽量无含这外邦人有啥交往，有啥交叉。咱通举一个例来讲，咱知耶路撒冷是伫较南边的所在，伊北边的这个地区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咱知影人犹太人若要对耶路撒冷往北去，上直接、上紧的方法就是通过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到北边，比如讲加利利的这个地区去。总是因为因的传统，因无要含这个看做是无清气的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也有交叉，所以因咧往北的时，因会条故意西远路，因无要直接对这个撒玛利亚经过，因感觉安尼无好，因会西远路绕过这个撒玛利亚到北边去，这是一个真明显的例。因的想法、因的传统，互因对这个外邦人看做是无清气，看做是对顶。主要说伫福音书内底另外一个所在，路加福音第10章，伊用一个咱真实的一个譬如来甲咱讲，也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要来拍破这种怨恨犹太人的想法。这个譬如就是咱拢真熟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伫传统内底是互相对敌的，咱讲无互相交往，无互相交叉的。总是这个比喻内底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伊拄到一个互强盗所拍的这个犹太人，伊看到伊，伊就怜悯伊，知影伊的需要，所以伊暂时放下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互相交叉的这个传统，伊将这个传统放落来，伊先向这个需要帮助的犹太人伸出伊的手来帮助伊。成做伊的厝边，无过是对敌，因原来检测是对敌的关系，总是因为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伊一个疼的行动，将因的关系成做是厝边，无过是对敌。耶稣用这个譬如来提醒要跟对伊的人，应该着学习用疼心、用疼的行动来对待遐个无介意咱，也是咱无介意的人。毋是用怨恨来对待因，应该着用疼来互相款待。因为所有的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拢是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咱拢无应该来怨恨因。对今日的咱来讲，咱应该是袂亲像犹太人共款，用血统、用种族来分别讲，这是我的厝边，还是这是我的对敌。咱检测袂安尼做。总是对今日的咱来讲，咱常常也拄到一个情形，就是咱来用一个人，伊对代志的想法，伊做代志的方式，和咱敢有共款，咱用安尼来分别，伊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和我所对敌，我的对敌。咱常常有缘用这款方式来对待咱周围的人。若和咱无共款想法、做法无共款的人，咱就来排斥，也是歹款待因。我想即款的做法，也是咱常常做的，是犯着一个错误。咱就是将无共，将人和人的无共当做就是无好，
咱会将无共当作是无好。总是咱若详细来看上帝创造的即个世界，咱会发现上帝创造的世界内底就真侪无共款。比如讲用植物来讲，即个世界有真侪无共款的植物，无共款的花，有真侪人拢真喜意即个玫瑰花，讲情侣男女朋友咧送，拢送玫瑰花。总是咱来想看卖，就是全世界都有一种花叫玫瑰花尔，其他拢无。那安尼世界敢会变较好？我想世界变真无聊但一种花尔，拢无其他的花。共款，咱的社会内底若是拢所有人拢是共款的想法，含咱拢共款的人，那安尼咱的社会、咱的世界嘛变做一个真无趣味的世界。所以无共是上帝咧创造的是伊的心意，创造咱每一个拢是无共款的人。所以咱就爱愿意来拍开咱的心，用较宽阔的心来学习去接纳别人，去欣赏别人，含咱的无共款。那安尼，我想真侪咱生活内底，咱的对敌，咱无法度接受的人，就要成做咱的厝边，成做咱的朋友。今日咱所读的经文44节、45节，主耶稣伊嘛讲，若是我甲恁讲，对着恁的就听因。阮着恁的，就替因祈祷，互恁成做恁伫天灵的爸的囝。耶稣真清楚甲咱讲，当咱愿意用听的行动来对待咱遮的咱所无介意的人，咱的对敌的事，那安尼咱才通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伫约翰一书4章16节也有讲，上帝就是听，听是上帝伊一个真重要的本质。真重要的特质，咱要成做上帝囝儿，咱嘛着爱共款有即款的特质，即款的本质。何况咱若注意来想，上帝对咱的听，毋若是咱人世间即种有条件，你听我，我才听你的即种的听。上帝对咱的听是迄种无条件、无限的听，无求回报的听。每一个愿意成做上帝囝儿的人，就是咱。拢应该着拍拼学习，通亲像天父上帝共款，用即款无条件的听来听所有的人。这所有的人，包括咱介意的人，也包括咱无介意的人。主耶稣也搁进一步讲，因为伊互伊的日起来照歹人甲好人，也用互恶意甲不义的人。耶稣用即个比喻真清楚来讲，上帝对咱人的听。平等的，是无分别的，无条件的。耶稣爱所有愿意真心跟对伊的人，拢做伙来学习即款无条件的听，通成做上帝的囝儿，通领受上帝的祝福。当主耶稣伊互人钉伫十字架顶，伊的心、伊的肉体真艰苦的时，伊有上帝做一个祈祷，伊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主耶稣毋能教导咱，着爱听对敌，伊毋是单单用嘴讲。主耶稣伊用实际行动，将伊所教示咱的即个道理行出来。伊真艰苦的时，伊搁替伊的对敌来祈祷，求上帝来赦免因。我想每一个愿意真心跟在主耶稣的基督徒，愿意成做上帝囝儿的咱着爱做伙来学习主耶稣留予咱一个好的模范，用听的行动去包容遐感采对咱无好的人，咱无介意的人。当然，我相信伫咱的信仰的过程内底，是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咱有即款的经验，要去听这个对敌咱的人，咱的对敌。含咱反对咱的人、欺负咱的人，敢是简单的代志？我想伫咱的经验内底，咱拢知，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我想咱有即款的经验，可能家己往往做袂到，往往是失败。所以咱着恳求圣神来帮助咱，互咱常常知影、常常会记得，上帝伫咱要诚做日，抑阁无完全，抑阁无认捌伊的时。伊着大心已经用无条件的听来竞选咱。咱的主耶稣也因为听咱，
愿意为着咱所犯的罪，替咱钉死伫十字架顶，牺牲伊家己的性命。当咱要成做基督徒，成做一个跟对耶稣的人，咱就要做伙学习，用听对德，用听这反对咱的人，安尼无共款的人，即款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每一位所赐的完全无限的听。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常常用你的话来提醒阮，来帮助阮，互阮的生命通得到改变，成做你所欢喜的。主，总是阮也知，阮的生命内底有侪侪软弱，侪侪无完全。阮知影好的，阮做袂到；阮知影歹的，阮却常常去做。主啊，恳求你来赦免阮，也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到阮的生命内底，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阮的生命通成做你所欢喜的，主，阮将阮逐人头前的道路，将阮的生命拢交在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甲带领。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